后来即卖是这个13岁以下囡仔才会当买儿童喙罨，但是有一寡超过13岁的囡仔，面孔较细，挂大人的喙罨有空胖，会失去着防护的功能。早起伫个立法院有立委替囡仔来请命，希望开放予13岁到16岁囡仔，嘛会当春秋来购买。虽然因看要大人的，也则是囡仔的喙罨，卫福部长陈时中当场就同意了，而且就为今仔日开始，儿童喙罨购买标准为原本的13岁以下放宽到16岁以下。不管什么面，伫防疫期间，拢总爱挂喙罨变成喙罨面，抑阁有人排咧开钱买喙罨，挂起煞无啥喊。因为他们都长得比较胖一点，脸大，小孩都用不能用，太小了。就通通都换大人的。囡仔面若伤细，挂大人的喙罨会令人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接受立委质询，当场答应讲放宽标准。本来囡仔喙罨买标准是13岁以下，3月19，也就是今仔日开始放宽到16岁以下，买数量为每礼拜3片增加到5片，而且买时间、身份证号码、上尾字、单双号拢无差。因为每个人的脸型不太一样啊，那如果他的脸型是小的，买儿童口罩的话是好的啊。为了避免喙脓传染，挂喙罨已经是全民的运动。沿线的拗好，才袂讲有芳或者病毒有机会走入去。寸笑敢有下面嘛真要紧。